直接用 USB 手指列印超簡單。插入 USB 手指，撳 Document Box USB， 揀選 USB 隨身碟，之後撳 OK， 揀選你要列印嘅檔案，撳選擇，之後撳 OK， 揀選列印，之後撳 OK， 顯示可以列印，然後撳 Start。完成後，需依以下步驟移除 USB， 選擇移除隨身碟，之後撳 OK， 顯示 USB 隨身碟可安全移除，之後撳 OK， 然後就可以移除 USB。